自后2022年8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外在规例，还是内心完全。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，咱来对第1节做伙来读到第10节。头一个约嘛有礼拜的规定，甲地上的圣所，有一个大好势的帐幕。头前间叫做圣所，内面有灯台、桌甲献祭的饼。第二个帐里后的后面间叫做至圣所，内面有金香坛，全部用金包的约柜，柜内有底玛纳的金壶，阿伦迄支布艺的管仔，甲2块玉的石板。柜顶有荧光的天使、基路伯、印的室、亚坎西文座。关系这的事，现在我未当详细说明。这的物件安尼安排好势，祭司就逐日入去帐幕的头前间举行礼拜仪式。后面间只有大祭司才通入去，毋过逐年只有一遍。逐遍着带火入去，为着本身以及民众无意中所犯的罪来献。对这安排，圣神有明明表示，帐幕的头前间还存在进入至圣所的路，就还未开。帐幕的头前间，譬如献祭，是讲所献的礼物甲祭品，袂当互礼拜的人的良心清白。这个简单是关系饮食甲逐款的洁净礼，是属外表的规例，只有适用到上帝精心万美的时。以上。外在的规例还是内心完全。因为严重酒醉驾驶致死案件一再发生。2021年年底，政府强力执行酒驾零容忍政策。2022年年初，伫朝野立法委员高度共识下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，通过刑法、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、陆海空军刑法等3项法律修正案，加重酒醉罚则，期待透过安尼的修法，会当来压制酒驾歪风。成功大学法律系教授李嘉文伫一篇文章讲到，安怎避免酒驾带来的伤亡，是台湾社会重视的问题。每当有重大伤亡的酒驾事件发生，安怎处罚甲预防酒驾的讨论度就会提高。若是立委伫选票的压力下面，哪像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回应民怨，支持严刑峻法。毋过，伊指出，无区分程度用严刑峻法解决一个有问题的人，可能连带制造搁较侪有问题的人。讽刺的是，借酒浇愁是拢无出路的人常见的回应。李教授认为，想用刑法来预防酒驾是困难的。问题在于，法律并未规定驾驶人的酒精浓度需要零检出，处罚其实设有酒精浓度的门槛。伫预防犯罪，刑法甲刑法本身就有限性。若简单纠结伫逐种酒驾行为拢着重罚，认定酒驾致死等于杀人，不如思考安怎透过保险制度，也是行政管制措施
来预防酒驾。防制酒驾袂当无详细思考台湾劳动条件的问题，甚至饮食文化，牵涉的范围真复杂，因此并无法度简单用单一的方式来对应，所以提醒加重刑罚并袂当真正解决酒驾的问题。安怎互人意识到甲做到啉酒莫开车，即个才是关键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经文，希伯来书作者引用出来及其有关圣母逐项礼仪的规定，来说明敬拜的真义。作者认为，这个礼仪规定拢只是表面的象征，假使礼仪无周全，只要受戒就好。伫第9节到第10节，作者指出圣母的外庭象征现今的时代，意思是无论圣母内外所有的献祭，拢无法度互人的内心完全。大卫王伫犯罪了后，捌写忏悔诗，伊伫诗篇51篇讲到，上帝无欢喜圣祭，也无爱烧化祭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心灵，忧伤痛悔心，你欢喜接纳。特别深知，上帝并无欢喜人用外在礼仪来敬拜伊，伊意爱是人内心完全，真实来到伊的面前。希伯来书提醒，真正会互人来到上帝面前的，毋是靠外表呈现出来的祭祀礼仪，是人内心的完全。默想，我是一个只有重视外表仪式的基督徒，是无？我的内心完全无？我是一个只有重视外表仪式的基督徒，是无？我的内心完全无？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成做内心完全的基督徒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